確診癌症嗰一刻，心裏邊一定好難受。但其實而家嘅治療方法日新月異，你嘅醫生會根據癌症腫瘤嘅特性、你嘅身體狀況、其他個人因素，仲有基因檢測、生物標記測試結果等等，為你作出最適合嘅個人化治療方案建議。除咗唔係實體腫瘤，例如血癌，又或者癌症已經擴散之外，患者好多時候都需要接受手術去切除整個或者部分腫瘤。但係手術只係其中一個方法，患者喺手術前或者後都可能需要接受其他治療，包括大家經常聽到嘅化療、荷爾蒙治療、標靶治療、放射治療，甚至係免疫治療，又或者將兩種或以上嘅癌症治療結合一齊嘅聯合治療等等。簡單嚟講，化療係用藥物嚟針對細胞嘅生長，從而消滅癌症。荷爾蒙治療咧就適合受荷爾蒙影響嘅癌症，例如一啲乳癌同埋前列腺癌。標靶治療咧就泛指一啲用癌細胞嘅特定範圍或者物質作為目標攻擊癌細胞嘅治療方法。放射治療就係利用高劑量嘅輻射線破壞癌細胞裏邊嘅 DNA， 從而令到癌細胞死亡。免疫治療就係透過叫醒患者嘅免疫系統，加強佢辨認癌細胞嘅能力，然後免疫系統就可以向癌細胞攻擊，並且消滅咗佢哋。除咗剛剛提到嘅治療方法之外咧，改善患者生活質素嘅舒緩治療，更可以關顧到患者嘅生理、心理、社會同埋靈性多方面嘅需要。另外，癌症治療有機會會由幾個唔同嘅專科醫生組成嘅跨專科醫療團隊執行嘅，例如外科醫生同埋腫瘤科醫生。不妨主動向醫生了解唔同嘅治療優點、預期治療嘅效果同埋可能出現嘅副作用等等，一齊揾到最適合自己嘅治療啊！邊個方案比較適合，其實因人而異，記得問返你嘅醫生了解更多。